從前有一隻兔仔和一隻烏龜，兔仔十分驕傲，總覺得自己跑得特別快，而烏龜總是慢吞吞。有一日，兔仔同烏龜講：烏龜，你敢唔敢同我比賽跑步啊？烏龜知道自己跑得很慢，但係佢都好勇敢咁應承兔仔。於是佢哋嚟到起跑線度比賽啦。比賽開始啦，兔仔一下就衝咗出去，離烏龜越嚟越遠。兔仔跑下跑下，見到前面有一棵大樹，心諗烏龜咁慢，我休息一下都唔緊要啦。於是兔仔就喺大樹旁瞓着咗。烏龜雖然跑得慢，但係佢一路都冇停過，堅持到最後，慢慢爬到兔仔身邊，見到兔仔瞓咗，冇叫醒佢，繼續努力向前爬。最後烏龜終於爬到終點，贏得到跑步比賽。